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7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11月24，有一个入境咱台湾的印尼渔工完成自主健康管理了后，爱去澎湖做事，因为出海之前爱先采检，毋过伊并无等到采检的结果出来，就家己坐飞机去澎湖。尾啊是澎湖县政府接到通知，讲这个渔工的采检是阳性的。高雄市的卫生局已经调查了后，即马有考53个接触者爱隔离。针对无等结果就离开，疑似是中人安排的违法的方法。过14天的集中检疫之后，那再来是我们县政府有在要求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都是在台湾本岛这边来进行。是。但是在这一位移工他在结束前一天到医院这边去做PCR 的一个检测但是在检测结果还没有出现之前他就先今天下午就搭飞机回来。澎湖县政府16接到通知，讲有一位15度结束自主健康管理的印尼籍移工去澎湖自费采检，结果是阳性。不过澎湖就也未甲伊通知采检结果，伊就自高雄坐飞机到马京准备要出海。澎湖县政府接到通知，随甲确诊移工上澎湖隔离。今天医院这边有通知他是他的 PCR 结果是阳性那 CT 值是37是。那我们依照疾管署这边的一个要求那来安排这一位的移工那先到医院这边来我们来隔离那后续我们会来进行他的再来检测。如果他的一个，因为他病毒量是比较低如果连续检测的结果是阴性那依照疾管署这边的通知可以解除隔离。高雄市卫生局讲，44岁印尼籍的男性是专案引进的国际移工，已经做过2剂莫德纳满14天，11月20日入境台湾。附加检疫拢伫咧中部集中检疫所完成，因为10个渔工要去澎湖上工，所以中介接伊去高雄南马坑区的公司，并且安排采检 PCR。无想到讲，也未确定检验的结果，就坐飞机去澎湖，一直高雄差不多24点钟。除了采检，其他时间拢伫咧公司内边，因为确诊的渔工 CT 值37，无症状。有可能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即马已经确认接触者53人。另外个案也未确定检验结果就坐飞机，中介敢若是违法，也依法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桃园是有一间风行旅馆，爆出有真侪人确诊，昨昏甲129个旅客全部拢送去集中检疫所。已经指挥中心即马调查是发现讲，这间旅馆甲单已经有8个人确诊，其中有4个人基因定数拢同款。初步研判讲，有可能是这间风行旅馆的环境受污染，即马会调监视器来看关联性，看下旅客敢有接触过。先转桃园雨伞民众咧上道，坐去游览车。桃园这间防疫旅馆爆发群组感染，有8名确诊，赶紧伫16日下晡全面清空进行清消。118间房间，129名住户全部送去集中检疫所。118个房间全部净空。那不过基本上这个社区足迹的16人的部分都是阴性。那么我们这个旅馆的工作人员的部分也全部都是阴性。这群组感染起因就是指挥中心甲桃园市卫生局追踪一条851个捌大过桃园防疫旅馆，结果发现5楼甲8楼拢1名确诊，指标个案所在6楼一层有6个人确诊，经过基因定数发现其中4人病毒属的同款拢是Delta变异株。指挥中心表示，3人会隔离本土病例。他们的房间其实相对位置都相当的靠近有的是对门，有的是斜对门，或者是邻近的都有就是按16768目前从发病日跟病毒上的一个序列特征看起来是最有可能是这个群聚事件的一个指标上的一个个案那至于在里面判定是环境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根据2个理由，一个是在员工他就全部的 PCR 是阴性
然后第二个全部的来的这6间里面的人，事实上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指挥中心也初步定调是环境群组专家会调监视器，对查这人带入去了后，是受不当的接触。桃园市政府也开记者会表示，无排除是空调因素，会继续调查确认到底是人为还是环境因素。记者综合报道。再会关心天气，今仔日会变天哦。受锋面的影响，北台湾会转淡冷，规天的温度无到20度。再会来看温度。今日桃园以北、宜兰爱说日局部大雨，其他的所在影响无啥大。暗过早暗同款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敢若13度7。今日方面会通过了后，冷空气就会落来。这波冷空气的强度是瓦近冷气团的级数，愈换就会愈寒。那明仔载是公道日会上寒，天气嘛拢无稳定。桃园以北、宜兰、花莲会落雨，大台北是乌阴天，有13雨。拜六礼拜2天，冷空气上强，低温无到10度，乡亲爱穿好少。另外，中度的风台雷雨，按算拜六礼拜会进入南海，会往北行，强度会减弱，也毋过受外围水汽的影响，咱台湾伫后礼拜1到后礼拜3，北部、东半部拢会落雨，中南部嘛有机会会落雨。这个风台雷雨昨昏是扫对菲律宾去，伫菲律宾的南部定律风真透，雨真大，有98000人风撤离。地势较低所在冒淹水，上深是淹到胸坎，有的所在因为淹水全停电，加在无传出伤亡。一股巨大幼婴啊，撞伫哪内面，由救援人员解救出来。一个老大人是互人摸起伫车顶，超级风台雷雨侵袭菲律宾。昨日下昼伫菲律宾东南部定律，风雨正大，上大时速风速1点钟195公里，上大阵风时速240公里，是今年侵袭菲律宾上强的风台。雷雨是今年第19月登陆菲律宾陆地风台，向菲律宾中部山顶动，并且伫咧南部都市落大雨，有超过98000人紧急撤离，雨落了正大、正急、正猛，有一寡所在水淹到胸坎。菲律宾海防防卫队出动手轮船来载人。好佳在到即马也无传出伤亡的报告。发生社报道讲，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警告，极具破坏性的强风，再加上大范围的大水加降雨引发的山崩，可能对建筑物也有山坡地实物造成严重，甚至是非常严重程度的损害。有少强烈风台雷雨的路线会小可西翻，瓦滚台湾，强度会慢慢减弱。因讲受到伊外围环流的影响，再加上雷雨所带来的南方混合水汽，后礼拜一开始会影响台湾。拜2、拜3全台湾雨上大，尤其是山区爱注意局部性大雨。公司新闻陈伟林将建讲编辑。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2021年伫要过去啊，迎接2021年，剩无半个月尔。台北捷运甲英国同款，伫12月31下暝暗，会对早起6点开到过灯港元旦半暝啊12点，会连续42点钟拢无关门。来关心联合报，华视伫头了钱已经了超过18亿。昨昏公共集团公司董事会有通过华视上新资产外汇方案，打算向银行贷款17亿，要甲占地886平的停车场这个土地，摕来去媒体园区，名要合作元宇宙的媒体中心，要租办公室来趁钱。相关的决议会送文化部去审议。来关心中国时报，禁止炒房市囤地、囤房、囤厝。中央银行即马是宣布讲，第4波的厝贷款信用管制措施，即马是提出来了后，防公司使用上界严格的措施。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是表示讲，明年厝价看起来会继续起，管制措施搁有加强的空间，唔是做个正尔。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不过这个本土病例 CT 值真悬，疫情指挥中心认定讲应该是旧案。另外，伫桃园发生风盈旅馆内底，那亲像是出现群聚感染。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宣布讲，对即马开始要启动风盈旅馆的4大强化措施。过年入境的检疫会增加到6届，要防止病毒进入社区。
国内新冠本土家庭佫曝光16摆是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按16882，80外岁本国籍女性已经注2剂 AZ 疫苗。12月15因为腹肚痛发烧这个症头，就医采检才确诊 ，CT 值是39.9，血清检验 N2倍抗体阳性。疫情指挥中心研判是旧案。检验的部分，2次的 CT 值都非常的高，以及有这个血清 N 蛋白阳性的部分是研判为旧案。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新增加一个 Omicron 确诊个案，是按16855本国籍50外岁男性，捌注过2剂 BNT 疫苗，12月12入境采检确诊 ，CT 值是27，这是国内第4例境外移入 Omicron 确诊个案，好甲在拢伫边境成功拿查。累积现在总共有4例的 Omicron 的境外入病例都是在边境入境就已经拦截到，分别来自史瓦蒂尼、英国，还有2例是美国。因为最近境外移入病例一直维持2位数，佮加上桃园爆发防疫旅馆规定感染，指挥中心宣布，即马开始启动防疫旅馆4大强化做法，严守社区防线，包括春节检疫3方案入境民众，增加入境了后公费快筛的频率，等厝了后居家检疫会加强查核，违规的会加重处分。防疫旅馆会特别邀专家做全面查核，像讲通风的部分空调换气，会请劳动部职业安全所协助检视。民众伫检疫期间若是有症头，一律爱进行 PCR 检验。要求在这样的一个检疫或隔离的期间，有症状的时候，那一律都要采。将来后来要移动做一个集中检疫的时候的帮助，可以让这样的疫调能够做得更精确。但市长强调，春节检疫3方案会伫入境日做1届 PCR 检验，每3天做1届 PCR 检验，也是公费快筛，一直到第21天自主健康管理结束前，也需要搁做1届公费快筛，拢总爱检验6届，希望会当量早找到病源，降低防疫旅馆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那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20开始要开放少年家做第2档的 BNT 预防射。台北、台中甲宜兰伫昨昏已经大型注射，针对高中的查甫学生注射了后引起心肌炎的副作用机会有较悬。台北市政府即马是甲台大合作，伫注射第2天会安排心电图的检查。目前计共有5800外的查甫学生同意做检查。学生排规排一咧注疫苗，指挥中心宣布，从20开始开放青少年注第2剂 BNT 的疫苗，包含台北、台中、宜兰。10月开始来注，也若化工艺校称做北市第1间注第2剂 BNT 疫苗的学校。学生表示讲，无烦恼讲注第2剂疫苗的副作用。校方回应讲，家长的配合度嘛真悬，愿意予学生来注。全校第2剂 BNT 疫苗的这个接种率有92%，嘛有做线顶的教学演练。因为我是表演者，所以那个后遗症的副作用会让我有一点那个表演的功能大大下降，所以我接种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希望确诊，对，因为会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出现。不二个有国外研究显示讲，高中年龄的查甫少年团因来注这款第2剂的 BNT 疫苗，有可能会来出现并发症生腮火，主要是心肌炎，引起家长真担心。对这件代志，北市甲台大病院来合作，针对建国高中、成功高中、大安高工、南港高工这4间查甫学生较侪学校，因伫咧注疫苗进前，含伫咧注疫苗了后第2天有甲安排做心电图检查，拢总有5803学生有同意来做检测。做心电图其实也不是什么很侵入性的措施之类的，所以就想说，那就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案，那就顺着一起做。我们要建立一个台湾年轻人的这种心电图的资料库在第一点，因为在打疫苗之前先做一个基本盘嘛哈。那另外就是说，到底这个打疫苗会产生这种心肌炎的危险度多少？郭文迪强调讲，目前针对高危险群的这个查甫学生做实验，让学生接种第2剂 BNT 的48小时内，搁再来做心电图，若是讲发现有心肌炎的症状，就要随去予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3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2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771例。中国的病例已经有10万例，日本是超过172万例。
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51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是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1100万例，法国嘛超过850万例。Omicron 的疫情继续伫欧洲传，根据欧盟的报告，Omicron 伫明年1月中会取代 Delta， 成做上界流行的病毒。英国甲法国目前已经是愈来愈吃力，重症住院的人嘛咧增加，造成医疗正大的负担。伫 Omicron 甲 Delta 夹攻之下，英国病例数创历史新高，一天增加7.8万例。政府官员烦恼，刷来去的元旦假期，人口群组恐惊互疫情进一步拖开，呼吁民众出外自费进前爱想好。I want to say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who rolls up your sleeve to get jabbed is helping this national effort. Omicron 伫全球继续拖开，欧洲也在夹难度。欧盟疾病预防管制中心的报告指出，新的变种真紧的取代 Delta 加做主要流行病毒株。Und die Wissenschaft sagt uns, dass wir damit rechnen müssen, dass Mitte Januar bereits Omikron die neue dominante Variante in Europa sein wird. 真侪医护人员抢救新冠重症患者，发觉疫情固定来，住院人数清悬，医护人员大概是无应该真忝。On est vraiment fatigués, on veut faire un appel aux gens qui nous écoutent de se faire vacciner, de nous aider, de s'aider. 根据法国卫生部14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伫交互病房的重症患者有2792人，有估伫元旦节甲跨年期间会超过4000大关，到时阵医疗体系恐惊挡袂牢。伫中东欧疫情也继续恶化，波兰为12月15开始实施新的防疫措施，公共场所、餐馆、酒吧、旅馆、电影院，因用餐人数为50%减少到30%，已经做疫苗人无算在内。But I know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are going to hate me, but I think that should be longer, really. 这措施会实施到明年1月31日。虽然安尼，波兰目前也是未少人无愿意做疫苗。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美国预防车上市已经满1冬啊，就算有预防车通做，毋过即马疫情也是无法度收煞。Omicron 变种病毒嘛，传到美国36个州。有研究即马是显示讲，做2档 mRNA 的预防车也是无法度对抗 Omicron。美国的专家福奇是表示，要做第3档了后，抗体才会提悬，才会增加保护力。美国国会议员14伫华府国会山庄门前下楼梯为感染死亡的80万同胞默哀1分钟。1年前这个时阵，新冠疫苗核准上市开始做，美国的疫苗数量充足，而且注射的所在真侪。不过感染确诊病例13已经5000万例，2021年病死的人数竟然超过2020年，其中大部分拢是老大人，也甲无做疫苗的人。变种 Omicron 病毒出现了后，目前已经传到全美国36个州，应农院完整注射住民出现突破性感染，同时 Delta 病毒感染病毒也一直增加。新英格兰也甲中西部拢是热区，2礼拜每10万人变动平均病例数。相关的前5个州分别是新罕布夏、罗德岛、密西根、明尼苏达甲佛蒙特。有研究显示，做2剂 mRNA 疫苗，人体的保护力也是无法度对抗 Omicron 病毒。对这件代志，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15日北京简报表示，做第3剂也就是加强针了后，抗体效力就出现回升。The Omicron variant undoubtedly compromises the effects of a 2-dose mRNA vaccine-induced antibodies and reduces the overall protection. However, as I showed on a prior slide, considerable protection still maintains against severe disease. The early in vitro and clinical studies that I mentioned indicate that boosters reconstitute the antibody titers and enhance the vaccine protection against Omicron. And so finally, our booster vaccine regimens work against Omicron. At this point, there is no need for a variant-specific booster. 疫情反苦逼一寡大学只好搁挂嘴暗，保持社交距离，甚至关掉校园，改用线顶上课的防疫模式。凯尔大学3天内700多个学生囡仔确诊，搁出现 Omicron 的案例了后，暂时随时暂停校园所有的活动，期末考也改做线顶来进行。
职业美式骹球联盟 NFL 加职业篮球联盟 NBA 也拢甲比赛延后，其中 NFL 感染的球员达到几60个，这是疫情发生2年来上界严重情形。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一个不幸的消息，这是澳洲16发生颳风，加几仔囡仔在耍的城堡，因为风伤透北部岸飞上天，造成伫顶头耍的囡仔对10公尺悬摔落地，有5个囡仔死亡，4个重伤。一个彩色的充气城堡，气拢漏了了，防水的塑胶布也加几涂骹。这天是塔斯马尼亚省希尔克雷斯特小学学期最后一天，一群6年学生都耍甲正欢喜时阵，转向起大风，充气城堡飞去伫天顶，囡仔就10公尺悬摔来。Police and emergency services were called to the scene around 10 a.m. this morning after a wind gust had reportedly caused the jumping castle and inflatable Zor balls to lift into the air. Quickly began administering first aid at the scene. On a day when these children were meant to be celebrating their last day of primary school. 总理莫里森讲，伊的心情真悲痛。代志发生了，其他家长收到通知，赶去学校接囡仔。当地媒体报道，有家长讲，学校已经也办过这种充气城堡的活动，拢无代志。无想到讲，这边大家耍甲欢欢喜喜，煞出意外。The investigation is underway. The coroner has visited the scene already. We'll be supplying a report to the coroner in conjunction with WorkSafe Tasmania. 这种情形伫过去也捌发生过。2019年，中国河南透大风，将囡仔卷起伫天顶，自20公尺悬摔来，2死20伤。2016年，英国的艾塞克斯郡一间游乐园的2位员工充气城堡爆无安，和一个7岁查某囡仔被吹到半空中摔来，不幸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传出破病了后，即马各方送去病院啊。马哈迪目前已经食到96岁啊，啊那大病院原因也唔知。来关心10国军伫海地有发生绑票的案件，即马已经顺利结束。17个美国甲加拿大的传教士拢平安互放出来，不过警方并无讲是用什么条件去交换。来关心美国的参议院通过维吾尔法案，限制新疆的产品，若是牵涉血汗、强迫劳动，就袂使进口去美国。镜头搁等下咱过来，明仔载要举办公投啊，哪里拢得催票。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走去屏东催票，啊那副总统赖清德冒翕影片，用台语呼吁民众爱出来投票。朱立伦主席特别徛在车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直接去南台湾抢攻传统领摇票仓，为变动做法一路上报，针对国民党上大卡，新北市长侯友宜一直拢无正面表态支持死的动议，新党烦恼侯友宜一定加做国民党的公道扛棒。我们最后的关键只有全党上下大家一起拼尽全力拼到最后1分钟。这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政党，更没有所谓的任何的民粹，完全就是民意。民进党也全力拼，副总统赖清德搁较录台语催票影片，拜托民众出来投下4个无同意。投下4个无同意，让台湾会当行入国际社会，拜托大家。医界甲民间社团也共同站出来挺4个无同意。公投呢是选政策。公民团体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黑不是附水组织啦，不是来帮某个政党背书，但听的是台湾啦，咱听的不是什么进动。公投前的关键时刻，拿了表专力，拍拼宣讲无放弃任何机会，希望会当得到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要公投，即马乡亲手头应该拢爱摕到通知单。要毋过伫台南南区无一条街，规条街拢无人收到公投的通知单。市政府清点了后，发现讲真是闹交去，已经补印嘛补发。伫台南永康有民众一家3个人拢收到2份公投通知单。当初收到当然是吓到啊！奇怪是之前那一份是错的，还是说它是要更新我们的投票所？但是我再仔细打开来看，2张其实所有的资料都一模一样。
就有一点不一样，就可能字体大小而已。4大公投18就要开始，中选会为防止2018公投白大选投票乱象，增加选务人员，全国出动20万外人，调降每一个投票所选举人数，增加250外个投开票所，每一个投开票所增加2个热坪，外加一个防疫热坪，推动优先投票。那到下晡4点时间一到，就会出动队伍人员夜牌徛到排列的后边。这个手举牌有很明显的一个标示，就是时间到了，排队到此为止。会站在4点的时候，已经排队的这个队末啊，最后一位队末，他会排在那边啊。之前的他们是4点钟到达这个投票场所，那是可以继续投票的。之后来的那就不可以了。按算在暗时10点之前完成开票作业，为防止中央人治作战影响公投，管局会成立防治专案加强修正，对中共甲境外敌对势力伫网络社群平台利用僵尸笑话、机器人笑话散布精神甲大方向等做法，拢一叫查证。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公投针对核试定胖这个案，前总统马英九昨昏出来催票，也阁强调讲，咱台湾欠电，而且欠甲真吃力，应该重新启动核试。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嘛表示，咱台湾的科技业需要电，所以咱就需要核市场。今天我们要宣誓支持重启核四。当年封存是因为时机不宜，各方意见不一。现在重启是因为缺电严重，时机到了，又发生大停电，影响了30万人，包括我家在内。这证明台湾缺电的情况已经持续严重。要让科技发展能够稳稳健健，能够取得充裕的用电，而且是所谓的绿电，核四重启是绝对一条路。核四不能废，救你的肺。那我只喝纯水。另外，前行政院长刘兆玄是呼吁少年家未来你爱欢的，所以爱勇敢站出来公投，投同意票，才有法度改变现此时错误的能源政策。另外一款声音反对核市场定胖的，昨昏是艺文界冒出来呼吁讲，为着后一代，咱来停建核市。另外，前国策顾问文化人霍明义冒参加，呼吁讲爱互核市入土，莫阁出来作怪民众爱出来等无同意票。往前看，真正检视一下我们四周，检视一下今后世界各个先进国家到底他们怎么在处理这个能源问题，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解方，有什么样这个新的途径。我觉得就从这3个点来讲，就是让核四这一次，就是让他在坟墓里面就安息吧，不要再出来作怪了。2011年福岛事件，让我们真的害怕。我不想我的后代子孙还要遭遇到同样的问题，还要跟我一样害怕、担心，生活在一个这么不安全的环境里面。昨昏有几个艺文界人士呼吁大家爱出来等无同意票。若无法度参加记者会的导演杨雅克嘛有透过影片表达讲，咱台湾就是无适合用核电，所以呼吁少年家明仔载一定爱出来等无同意票。来关心最近大家拢会当听到讲，倒一间店要起价，要起偌济。不过政府调查嘛发现讲，其实有一寡原物料根本就无明显的起价。为什么这店头才店价拢在起价？行政院即马是要由物价联合稽查小组去调查，会先去针对连锁的火锅店还有素食店做调查。稳定集团旗下的透烧万豪邮轮，自5月中本土疫情爆发，平航到今停靠伫基隆母港7个月，即马已经得到指挥中心许可，将伫明年1月复驶。初期是环岛行程，3月以后，台北季风检调才会开始调岛推出离岛行程。业者表示，因应疫情，邮轮将会依照指挥中心规范降载，原本容纳量3000多人，初期会降载到200人，后续若疫情降级，佫渐渐恢复。相关的管制措施相对来严格所以民众在搭乘邮轮的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因应的这样的个人的这种健康检查的因素，必须额外付出费用。成本增加，那是所有的产业都面对到的。那我觉得还是要增加附加价值。
针对最近民生部组陆续起价，行政院召开专案会议，就餐饮起价进行讨论。因为跨部会调查显示，中油国内经营的肉品、菜色水果无明显价小波动，所以将由法务部成立的跨部会物价联合稽查小组，针对连锁火锅店、素食店、特色料理餐厅进行头一波的稽查。近期民生餐饮业是有一些涨价情形，看起来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生产端跟消费端的价格的走势却有相当的差异。如果说是遇到就是原物料没有涨，然后用这个理由来做涨价，那我们会做一定的处理。行政院表示，今次乱起价，要依照个案认定，一旦发现无合理起价作为，也是囤积物品等情形会交由公平会也是法务部所属检调机关依法肃查严办。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姓吴幼稚园的老师，因为讲会苦毒囡仔，互家长投诉。伊教20年已经换过6间学校，状况拢同款。这老师最近是利用讲案件在调查期间，讲伊破病要申请退休。不过台中的教育局即马是表示，伊即马先退回这个老师的申请，讲要等学校教评会的调查结果出来才决定。我们是在去年受到胡老师的伤害，接受学校的调查，然后至今1年，他也没有跟我们告知调查的结果。台中黎明国小的家长提囡仔旧年伫咧学校去互老师不当管教的相片，指控台中市政府过了1年无主动协助调查，尾手这位姓吴的老师经过学校的行政处分，记申改结案，转去侨仁国小的幼稚园继续教，结果同款传出苦毒囡仔的代志。家长表示讲，这20多年来，这位老师已经换过6间学校，却继续教，批评根本是体制暗号。家长无法接受案件调查中草率的批准退休，让其全身而退，请针对胡在职任教期间造成多名孩童心生畏惧、情绪不稳、抗拒上学，给予最严厉、公正的调查及惩处。家长不满老师在咧调查期间，竟然讲破病，申请要退休，在咧这个月15生效。不过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已经退回申请，认定老师干涉教师法有苦毒囡仔的记录，可能要改评。他是涉及违反14、15条的话，学校的那个教评会就要判定他停聘多久。那既然有停聘，暂时就不能退休了。那如果是纯粹属于教学不力或是教学不当，如果像黎明国小一样，最后是行政处分的话，那就算结案。那结案他可以提退。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即阵就等侨仁国小教评会的调查结果出来，真若苦毒是事实，就要停聘。受害家长在记者会后，伫人本基金会陪同下去监察院陈情，请委员介入调查。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地方风上头，镜头来南投的迄地向东街有举办一场做茶比赛。这个比赛真特别，唔那是比茶泡出来的香气甲口感。伫2天的比赛内底，茶农爱对满茶、微雕、烂茶、发酵到去烘茶米，全部全程拢算分数。一般做茶比赛，大部分拢是比香味、比口感。不过南投戏茶农会办的这场比赛是主要以过程，参赛者爱伫限定时间内，伫规定的范围满起茶，然后再拍打、烂茶、发酵，落尾再来焙茶。会让我们茶农互相来做一个交流。其实这个采茶的活动比赛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提升，可以让我们红茶制茶的流程能够更为顺畅，也能够让做出来茶品质更好。全国大叶种红茶做茶比赛总共有2天，这回全国各县市总共有35人参加。落尾是阿里山乡的茶农叶英良得到冠军，亚军甲季军是溪地乡的一对爸仔囝叶尚显、叶水眠做伙碰起。谢谢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比赛。觉得青出于蓝胜于蓝，老叶被挑掉，所以是季军。应该是说我和爸爸就是做出一个区隔来啦，就是我是做一个比较均衡的那个香气还有味道这样子。农会表示，办比赛目的并不是要排名，上重要的是要提升茶农做茶技术甲品质，佮安排课程，予茶农会当互相交流，学到知识，促进观光产业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工艺一直拢是原住民部落内底真珍贵的文化。南投的仁爱乡新新村最近有举办这个工艺课程，邀请老大人来参加，找倒来因过去的记忆，嘛通互因动手动头壳的脑细胞加较健康。
一群老大人专心咧听老师解说直播机要安怎使用，嘛家己动手边看卖。虽然有淡薄仔复杂，不过因拢感觉真心熟。那所以这样子写可以恢复我们的文化，这样。可以啊，可以。那好学吗？很难学啊。很有趣吗？有。以前我们的老人织布，到了我们的时候都忘记这个织布了，现在还想学。为了推广地方的工艺，南投仁爱乡新生村织布课程有20位老大人来上课。想起过去部落的长辈，因织布技术到因遮可能是团，因就想要赶紧甲学起来。而且现代新型织布的机器，嘛互因感觉真好奇。这个传统是应该要继续传承的。老人家从以前也有织布过，他们刚刚接触到这个桌上型，他们也觉得很奇怪的说，这个也可以织布，他们也很高兴，也很愿意学。我们希望说，让这些长者们借着这个织布这个传统工艺，然后能够来延缓失智动作机能，能够有所帮助。除了传承传统工艺，主办单位嘛毋忘利用这个爱动手甲动头壳的课程，互老大人因会当加活动，然后社区的长辈实际甲适龄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屏东的热带农业博览会，逐年拢会成上百万人去参观。每年同款会推出彩色的稻仔田，那南面国中的学生囡仔已经在布稻仔，毋望每年的正月就当看到几大片水当当的风景。学生脚踏入去田内体验布稻仔，才知影做室内的辛苦。因布的黄仔看详细有淡薄仔无同款，是紫红色的。每年1月，这个田就会生出迪士尼艋舺经典角色的彩稻。负责设计种植的，就是这位东港的农民林清源。阮的团队来指导，包括坐标、插秧，拢阮来用。色水有4种色紫红色、黑色白色黄色，安尼互迪士尼因去景看要安怎去搭配。屏东的历代农业博览会今年是第7档，逐年的3支彩稻图拢无同，拢是林清源带农民做伙种出来的，嘛是民众上爱翕相拍卡的景点。2022年换奇妙仙子甲三眼怪等5个角色来行销屏东甲台湾的农业。开放前我们会视疫情而定，也会再做滚动检讨。防疫是我们生活的必须的。今年册活动因为拄着疫情，园区缩减嘛限制参观的人数。每年1月历代农业博览会嘛会看疫情调整防疫措施。记者陈嘉文、刘伟做屏东报道。明仔载要举办公投，这摆的公投第19案是公投北大选。支持的这边是认为讲要投票做一摆安尼较省，也毋过反对的这边是认为讲2018年公投北大选。开票开到3更半暝，白做伙唔好。其实公投法实施了后，2017年甲2019年拢捌做过修改。这届阁要针对公投制度的本身来公投，这嘛显示咱台湾社会各界对公投制度也无共识。所以也只有公投。12月18公投，国民党江启臣提出的第19案公投北大选，正方提出会当节省成本，提悬投票率。不过，官方用2018年的公投反击，表示北大选造成选举混乱，议题失焦点。不过，长期伫民间推动公共议题讨论的洪丽秀，对正反双方的论点拢有基本。你既然你要落实这个民主，你有可能就这个成本的代志，你就爱摆伫上尾啊。参与的人嘛会较侪啊，是真正的投票的比率嘛会较悬。啊，问题是你比例较悬，问题是遮个人是摕小抄来的，安尼是要安怎？你若是会当讲，大家是因为伊关心这个议题，然后伊就想要参与，伊想要好好啊表达伊的意见，安尼是感觉好。公投制度是人民表达声音的一个管道，是油门也会使是党啊。公投案基本上分4种：法律的复决、立法原则的创制、参重大议题的创制甲复决。民众若无清楚公投提案内容、实际法律效果，
就演变成就算公投通过，政府嘛无听民意。以第10案为例，当时的题目是：你是否认为民法应该限定在民法的婚姻应该限定在一男一女？它题目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说，你是否开放民法让同志结婚，还是你只开放专法？会发现当时的氛围就是，我们要来投票反对同婚哦，所以这个命题呢，就在有意无意之间呢被扭曲了。所以新的公道法的要求讲，你在搞这法律效果写详细、写简单的，啊，袂当条文嘛袂当公道的内容，袂当伤过复杂，跟住双重否定。除了提案内容，也有先按到投票的时间上短，立法院对公投案的态度无够积极等等的问题。因为公投法规定讲，你种立法机关有当这期间内有提出对案，其实是免办这公投啦，对，所以要个到目前来讲，感觉无这种情形发生。但台湾感觉立法院感觉无件代志啊，就互这公投继续去行嘛啊，所以我感觉，立法机关应该都爱立法院啦，应该都爱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啦。公投往往会画上一个等号，就是等于全民的意志。但其实仔细一想，提公投的人恐怕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比较有额外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的人，也许就不是大多数在忙工作的人他们会在意的想法。那一旦大家对于那个公投题目之后又没有时间去做细部的检查，那我们很可能在无形之中就慢慢的就等于是帮精英分子做背书。甲国外相比，台湾的公民投票行甲也无算远。如何实现直接民主的价值，也需要大众谨慎思考。为地方发展到国家政策，手中的迄一票投出的拢是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今年5月中，咱国内爆发本土疫情，疫情较紧张，学校拢停课，拢改用线顶教学。毋过偏乡的资源资本就较欠缺，伫迄段时间，因为可能是无电脑，也是无网络，挑战拢真大，值得各界关心。然后打开镜头，让老师看到自己，然后拿出课本跟铅笔、擦布，然后开始上课。伫咧黑暗的环境上课，无电脑，敢若会使研手机啊，这是偏乡囡仔伫疫情期间的日常。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统计，因为疫情期间需要线顶教学的是只有3社的偏乡囡仔有家己的电脑，也是白帮电脑；2社的囡仔敢若会使使用手机啊上课。就算有设备，嘛敢若一半左右的囡仔厝内有网络通使用。我使用的设备是我父母的手机与家中的笔电，但是因为我们家也有人在使用线上上课，所以常常有网络断讯。寄来的东西它的那个软体的一个配备，跟学校的一个所使用的那个线上学习的教学，事实上是有落差的。学区的家长针对这方面的话，其实作为自学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行政院今年11月推动逐班有网络，逐人用白帮政策，希望让偏乡学校每个学生拢有白帮电脑通使用。不过，联盟表示，就算学校有网络，学生有白帮电脑，无可能拄到学生厝内无网络通用等等的问题。借了这个平板回家，也会还有连线的问题，会不会操作的这个问题。偏乡的孩子，如果以前他们并没有习惯数位的学习或上网这件事情。那临时这个疫情来了，的确是非常的困难。联盟建议中央平常时就先安排学校演练，排除线顶教学常常拄到各种问题，确保学生的学习权利。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为了服务听众者，新竹县政府即马有推出手机视讯翻译的服务，一礼拜2届，听众者会当伫线顶用手机，透过翻译人员的协助来处理代志。听众者利用手机透过视讯。用手语甲服务人员沟通，免偌久的时间，就解决要看医生挂号的问题。对有需要手语翻译的民众是真方便。有啊，以前那个挂号常常误会啊，挂不到号啊，现在有手语翻译之后啊，就可以让我们沟通无碍，然后现在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了。不然真的以前老是这样有沟通上的障碍，对，还好有他们帮忙。新竹县有3000个听力甲语言障碍的民众。
县政府特别训练手语翻译人员，每礼拜2甲拜4提供免费手语翻译服务。就是除了固定的这2、4这样的时间之外，我们其他如果我们听你这样的乡亲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我想不管是在相关的一些就业或者是就医或者其他的生活上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翻译的需要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些弱势身障的朋友更多的一个照顾。有需要手语翻译的民众，只要透过 QR code， 连面就会使连线手语平台进行翻译。对因来讲，会使减轻袂少甲对方沟通的时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最近有举办一场无名英雄的特展，展出对1987年到2000年咱台湾街头运动的过程。影片呈现街头运动，民众对抗警备单位等等，搭配7点人，嘛是作曲家刘夏谦特别创作的无名英雄交响曲，呈现对改检前后到第1届进动论题台湾街头运动的风起云涌。当时被400个政报警察团围住，结果阮尾后甲伊冲突了，阮嘛是甲伊冲破。彰化县第1届游行，就是为阮这场开始。像这场平反228，群众主张公布代志的真相，还有争取农民权益、甲环保运动等等。这个事件背后，真侪抗争者虽然唔知影名，却是民主化背后的无名英雄。王金珠嘛表示，伊用6档的时间口述访谈，采访约300位基层民众，用影片、文字等等记录历史。这嘛是头家有展览，用抗争的民众做主角。遐个基层草根运动者。无名字的，咱嘛唔捌你的，慢慢来甲伊找出来，甲伊做采访、做记录。我想安尼台湾的民主运动，加一个拼图，才会当较完整。这个民主台湾的街头运动中华宾馆无名英雄展，将把黄时代的6早放伫展览现场，希望互民众感受就街头面对威权、举拳头画出家己诉求的感觉，体会台湾人一步一步行过这个路途，才有即摆的民主成果。记者电影文李学凯采访报道。来看家己当中有时段经过3个月，甲专业剧团做伙训练上课程了后，即摆因先甲较早的生活故事变做戏剧，有甲学校的囡仔做伙伫大树骹公演，甲社区互动，然后大家认捌故乡的代志。看到这领衫，就想到讲阿母啊较早的生活。社区的时代伫大树骹来讲故事，讲因伫这个沿海砖头较早的生活。学校囡仔就配合故事来搬戏，嘉义县东石乡招亲社区的时代，甲港旗国小的囡仔，做伙用这出风吹树花咱的故事，展现因合适的成果。小朋友也会到我们那个活动中心啊，有时候我们就会到那个港前国小这边的那个园地场地来练习。孩子跟我们社区长辈的互动，演成了一出戏，对孩子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经过3个月的课程，这是大家囡仔唔但学会向用肢体来表演，嘛培养生活美学。替因安排课程的阮剧团表示，25个人演3段故事，为过去生活的记忆开始，一直到今麦大家互相陪伴的过程。虽然阿公阿嬷每一次都讲不同的台词，但是我觉得对他们以这个年纪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跟体会。从学校再连接社区，然后我们觉得这中间的过程就是让更多人可以更体会到就是艺术的力量，然后在中间的过程，我们其实剧团也得到蛮多能量。嘉义县文化基金会指出，专业人员来教民众表演，透过创意观察甲交流课程，互在地人搬在地的戏，讲在地的故事，嘛替当局增加在地认同。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在镜头来国外来看料理，嘛会使是一种艺术，嘛是一种实验。亲像西班牙有一间真出名的餐厅，叫做马加里兹总铺师阿杜里斯，伊逐年拢会固定休4个月。伊这4个月是甲餐厅变做实验室，开发出新的菜单。今年伊是设计出适合太空旅游的食物，互人客会当食到料想袂到的滋味，也有感觉。到底是虾米款滋味？做伙来看卖。一个女性的面慢慢沉入去白色的水内面，等伊个浮起来的时阵，规个面拢已经是白色的。这是前卫的杜艺大师阿杜里斯新的料理作品。若要享用这道料理，
阿杜里斯建议直接用针的。besar una cara, chupar una cara en un espacio público. ¿Y qué es un primer beso? Pues son las mariposas en el estómago, es toda la poesía, toda la poética que tiene esa primera oportunidad y es lo que aquí estamos tratando de ofrecer. 正好用料理讲故事的阿杜里斯，伫西班牙开一间马加里兹餐厅，每年都会向4个月开发新菜单。这边设计出适合太空旅游的食物，用酒糟慕斯加5罐慕斯混合的冷冻的大慕斯，食落嘴齿会有无同的感受。 Si la cocina es un espacio de certezas, es decir, la gente va a comer lo que reconoce, la gente va a pedir lo que sabe que va a encontrar, nosotros lo que le estamos planteando a la gente son dudas, le estamos planteando terrenos nuevos. 阿杜里斯甲伊的总部师团队特别休困，拢会让研发出超过20道料理的套餐，互人去体验到想未到的气味、成分甲感觉，而且伊个会让甲食物摕伫咧手来耍。虽然伊的做法不受到外界批评，认为料理上重要的因素应该是皮的气味甲食的滋味。不过阿杜里斯一直拢认为料理的形更加重要。 另外，每年创新的菜单也拢有一个核心的概念。今年的主题是未来，伊主张发展永续饮食，提供健康食品，希望用发觉等高难的技术找到平衡点，也提供人客有关未来的概念。Bienvenidos a Mugaritz, vamos a hablar del futuro. 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 耶诞节伫要到季，后壁的民众因伫厝内拢会采一张耶诞树。 但卖即摆有一项实验计划，伊是拍算种出新的品种的亚诞树。这款亚诞树较唔惊气候暖化，嘛较唔惊病虫害，所以会当活较久。几片青翠的尖香拿，这款高加索冷杉是欧洲上受欢迎的亚诞树种。为树栽大长到大树，大约9年时间，最后放入某一间厝的客厅，增加节庆气氛。 但美是欧洲圣诞树上大出口国，当年输出1000万丛，主要销往德国、法国甲意大利。最近几年，业者渐渐意识到气候变迁甲环境议题对产业造成的影响。 What kills trees is extremes. So it could be very extreme droughts that we has a couple of years, and we could also have, if we get some of very severe like late winter frost, late spring frost, we could also have some problem. 另外一方面，随着环保意识抬起，消费者哪注重种亚诞树的过程，敢是使用沙滩济。今日香港大学就进行研究无共树种的基因型，想要培育出新品种，互传统亚诞树更加适应温暖的气温，甚至会当减少对化肥甲农药需求寿命更加长。尼尔森试着将受欢迎的高加索冷杉。 南里种较罕见的土耳其冷杉，这种品种对害虫的侵扰展现出较强的抵抗力。If you get better genetic plant material, you probably get a higher number of saleable trees, and you live by saleable trees. And you probably also get trees that don't need as much care, side trimming, and so on. So you get a higher proportion of trees as good quality trees. 会当增加经济效益，阁会当提高环保程度。这项配种实验的树栽已经伫今年9月展开证实，实验结果预计会伫3年内出来。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0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6度，上悬有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6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至22度。 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